校园推动减碳并环保，中兴大学是引进共享电动厨房车，让师生会当透过手机APP， 会当来借电动厨房车。推出的头一天，学生的接受度拢袂歹，但同齐来看。 电动滑板车出现伫咧大学的校园，学生甲教职员移动上更较灵活。中兴大学3年前引进公共自行车入来校园了后，即摆又搁决定提供共享电动滑板车的服务，加一项代步的选择。启用头一天，去面真侪学生拢想要来试看卖。会，怎么说？会，因为很酷啊。很酷。对啊，没有骑过那个，要看它的点色在哪吧，就是怕离要去的地方太远。手机下载 App。 连起你扣钱的小户，就会使租用电动滑板车。校园伫咧学生常常出现的11位热区设站，放40部电动滑板车。学生教职员租用前5分钟12块，了后每分钟0.8块。上路上悬的时速上限是15公里。因为台湾政府宣示2050年达到净零排放，兴大校园是预定提早10年达标，因此力推绿色稳固。我们希望中兴大学 可以在2040年就达到净零排放的这个目标，所以我们现在整个校园全力的来推动节能跟减碳。我们会用软体设定那个电子围篱，然后它是在学校的周遭会 让同学经过那个界限的时候，就会失去动能。滑板车业者是强调，8月开学进程会增加到65台，每一位骑的人拢有投保公共意外险，车辆会使马上来追踪位置。校园也有设置电子围篱，骑出校外就会自动熄去动铃，确保使用者的安全。记者台中报道。